台湾前辈美术家，也是台电三少年之一的国宝画家林玉山，伊的作品《莲池》，即马互人用科技来甲伊呈现。公共电视参与演场文结合作，创作 VR 互动影片，带观众朋友做伙加入去林玉山的艺术世界。我们可以做一个像个时光回溯一样，我们可以从早上清晨天没亮，一路的往下，一直经过清晨、黄昏，最后到夜晚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莲池的变化。利用360度摄影机结合 VR 技术，观众亲像伫咧现场欣赏家己旧雕山无共时间的莲花池。这个莲花池就是台湾国宝画家林玉山画莲池的所在。看着莲池巧妙的构图跟细致的角色安排，我的心思由大而小，最后化为3个无：无限、无穷、无我。设备无限，内容无穷，体验无我。用现代科技呈现林玉山的作品，公司参导演张文杰合作创造 VR 互动影片，观众会当用动物的角度，亲身伫莲花池内底探索，搁会伫过程中拄到当咧画图的林玉山。当我们看一个画的时候，是画家呈现的某一个角度，可是当我们透过 VR 到画里的时候，我们看到是整个当时绘画的一个情境。还有那个整个体验融入画中的感觉。徐秋华表示，公司做 VR 已经有一段时间啊，这个月会伫各地台湾美术馆展出莲池的 VR， 邀请观众做伙行入去画内底体验林玉山的艺术世界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。